大朋友同小朋友，你哋好啊！今日福音講到，有啲人喺講聖殿好靚，話用好靚嘅石頭同奉獻禮物裝飾。耶穌話：你哋睇見呢啲嘢，將來日子到處處都會被拆晒，一塊石都唔會留喺另一塊石上面。佢哋問耶穌：老師，咁幾時會發生？有咩預兆？耶穌答佢哋話：你哋要小心，唔好俾人呃。因為有好多人會冒我個名嚟話我係佢，或者時辰到啦，你哋唔好跟佢哋。你哋會聽到打仗同動亂，不過唔好驚，因為呢啲事一定要先發生，但未到末日。然後耶穌繼續講，民族要攻打民族，國要攻打國，地方會有大地震、饑荒同瘟疫，天上仲有驚人嘅異象。不過喺呢一切事發生之前，人哋會迫害你哋，拉你哋去見君王同官員，因為你哋係屬於我。呢個就係你哋作見證嘅機會。你哋唔使預先諗住點答辯，因為我會俾你哋智慧，冇人可以駁倒。就算你哋會被親人朋友出賣，甚至有人會害死你哋，但你哋要堅持到底，就一定會得救。今日耶穌講嘅福音聽落有啲驚，但佢唔係想嚇我哋，而係想提醒我哋，信仰唔一定容易，但有天主就唔驚。耶穌預告咗困難同迫害，代表我哋做基督徒唔係為咗舒服，而係要忠心，堅持到底，就一定會得救。呢句話係耶穌今日想我哋記住嘅重點。天主唔會離棄我哋，反而喺艱難裏面更加俾我哋力量同平安。我哋反思一下，我遇到困難、被人誤解嘅時候，仲肯堅持信主嗎？我有冇為信仰作見證？例如勇敢講出真理、公義或為人祈禱？我信唔信主耶穌真係同我一齊行，唔會離開我？主耶穌，有時我都會驚，會軟弱，請你俾我信心同勇氣，即使面對困難都唔放棄信靠你，幫我成為你忠心嘅見證人，喺世上散播希望同平安。亞孟。